是14时嘅开拓。14时就会运用10个汉字来组成创造出艺术史。咱本早期对日本语写嘅佛教地图嘅短歌，喺短短嘅5句，美术对开始到结束57577音节，排句都有兴趣。美术得到书写上嘅肯定，像中学时期嘅排句、图书馆，日本求学时期嘅日本风物志、注释十书入选日本排句杂志。1990年，咱本传述14时论，邀请有兴趣嘅朋友向下来制作。这类14段时，经过模拟统计超过200首。以下引录2首：东人南、琼林散步、塔湾镇、苦练嘅自身落法、枪制造。儿童时嘅经验，咱们伫1940年代开始新式嘅创造，陆陆续续写出嚟像以插秧等前拍嘅好诗。1970年代，三芒从事儿童诗文学嘅创作，也得到当多奖项嘅肯定。1981年出版同时期《太阳蝴蝶花地图》，有一道好诗文坛充诗，每本人传颂，像以插秧、阿妹嘅香米、永州、五公虫、山路学嘅夜工等。佢认为儿童诗天生爱符合诗嘅要求。作为儿童诗嘅作者，要有诗心、童心、爱心。有诗心长成诗，有童心长成儿童诗。而係認為寫兒童詩最大嘅意義係愛分享兒童嘅詩心，分享兒童嘅詩心，當然愛用真正嘅詩。6. 反戰思想老人文關懷，咱本嘅詩作像我冇愛看，我不要看，這首詩係佢參觀過日本長家元寶資料館過後所寫嘅。最尾段用排比嘅形式重複出現，我不要看，我冇愛看，來強調冇想看到戰爭悲劇嗰一擺嘅出現，表現出反戰嘅思想。還有戰士，這首詩用短短嘅4句話，金屬被消費了，肉體被消費了，眼淚被消費了。尤其是女人們的美麗的眼淚，來呈現反戰嘅思想。認真，不管任何一場戰爭，不管輸也係贏，雙方都有破壞，都有傷亡，都有損失。金屬代表財物，肉體代表生命，目標係完成者嘅悲傷。金字塔。這首詩，詩人面對反太雄國嘅陵墓，思考嘅係太石頭樣辦搬運到來，有幾多千萬奴工嘅稱上太驕。詩人為勞動者發聲，唔係歌功頌德，讚嘆古蹟美學，表現出詩人嘅人文關懷。其他像鬥牛、可怕嘅定日嘅天災等作品，也表現出詩人嘅人文關懷。詩人咱本對1940年代開始日文嘅寫作，經過20年跨越語言嘅障礙，到其個身為止，超過1甲子嘅新詩文學嘅創作，從自信嘅信仰嘅精神出發，寫出當多精彩嘅詩篇，未為台灣開創了像圖像詩、14詩嘅新詩形式，豐富台灣嘅新詩嘅演體。